你们到第二次你们才会所以双这要做准双手好，我们从那个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小节，第二行最后小节是。好，来，使我里面哦。好，来3、4。
跟我哋古星期在多嘛，不吧？七八。今日4點4小時。
OK， 好，兄弟姊妹高炸，谢谢，高炸，谢谢高炸。来，我来练今仔日的诗歌，第一首是27首，我主上帝。好，我来为第一集开始来。我主上帝，我那受照那供养，你的伸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心，搁看见泪的雄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亲自下了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亲自下了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第二站。真老了解，上帝无想你心惊，切来世间推人类献生命，伫时一定甘愿退休咱做官，老岁残时，予我通得永远。我心所想了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所想了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来，第三站。主要过来，扫家的下地大担，叫我回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强逼归来敬拜，我用上帝，我如主真伟大。我心中下了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心下了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谢谢。好，来，我来首第二首，69首，信是信心诗69首。好，这首旋律大家拢真熟哦。来，第一站。车来中心心动，欢乐的向前车来下临，我一来告别的hen，来调停救助，提定滚龙出西车来带给敬拜，车来带给敬拜，车来带给敬拜，我主基督。第二站，对心所主真心，对
是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第三站，今天赛着首歌，着欢喜乐意，天天声声来明大家着认识。这关的所在，人工为主无离，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我主基督。第四站，有苦愿恶乐离，伫这日子出世，耶稣里命小称赞应根归你。地北心境，多加肉体出世，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我主基督。哦，这澎湃，好，谢谢。来，今天我们第400首，我们来团练一下，最后一首400吼，400吼。来，位头，愿主人爱甲你同在，无论伫啥所在，愿主使你心心地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谈，亲像灯来我水，伫梦有暗暝看见主的恩。搁来一遍。主你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使予你心心地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谈，亲像灯来我水，伫梦有暗暝看见主的恩。谢谢。我们比办爱心来唱《回情诗》，喂。梦
我们对你的心田敬拜你，我们对你的心田敬拜你。咱礼拜已经要开始请咱甲咱的手机来关静音。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往伊吟诗，往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做来吟圣诗，新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主上帝，我若受就难忘影，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之神，搁听见雷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好了解，上帝无小伊成。到世间，替人类献生命，第十节定，甘愿替小咱罪过，老岁惨死，予我通得永远。我心出声，上帝生命，你真伟大。心出声，上帝
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要过来，所教的声地大胆，叫我回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谦卑跪落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咱议员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来启用新圣诗后面启用文61。新圣诗启用61，我来去请兄做台印。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咱做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当阮仰头看见你的手所做一切奇妙的大工程，看见日头。第日是光照全地，互地上万物得到伊的热气，照着这光甲热，互万物得到活。我嘛看见月亮甲星辰将你眠时，互眠时毋是完全黑暗，阁有微微仔的光照伫阮的四围，互阮袂跋倒。阮阁听见雷声。感受着风吹伫阮
的身躯顶，雨落伫地里，润得土地，互地出土产，养饲万人，互阮得到活，代代生叹。主啊，阮感谢你。总是人，毋是干那靠着遮个看会见的食物来得到活，搁较重要的是靠主的话来得到活。感谢上帝，伫创造世间的大生，你就伫基督的内面竞选我，借着基督的保护，阮得到赎回，赦免阮的罪过。赏赐阮伫主内的恩典满满。主啊，当时期已经过了秋分，2021年嘛已经进入了尾声。在这一年来，世界经历了侪的事件，疫情的打击，对经济、工课形态的变化，拢是阮早前毋捌拄到的。总是感谢主。互阮台湾相对上受到较少的影响。虽然安尼，伫阮教会今年的礼拜聚会兄弟的相通，嘛有受到真大的改变。搭伫年底进前，教会各团契要进行改选，10月17临时好会嘛要选出长老甲执事来参与伫明年的圣工。主啊，恳求你引带，伫疫情慢慢变轻的时，互兄弟会当热心参与这个改选，选出合你心意、为你做工的人，嘛互阮明年度会当为主做较济合主心意的工程。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赏赐阮平安，阿门。俄罗圣歌对音乐的诗是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
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有数人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台语汉字本伫219面，219面。有数人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我用台语汉字本来读。对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批寄予点以有所遮的圣徒，忠信伫基督耶稣的，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父得到懊恼。伊伫基督捌想使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圣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圣，无通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圣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阳光得到懊恼，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想使咱的。第7节，点伫伊咱对伊的会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恩典的富有，伊将这个恩典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想使咱够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声定着的，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予万物，不论伫天里的、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点伫伊，咱也正做基业，就是大声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行有为的意思。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声，望伫基督的人得到懊恼。点伫伊，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救恁的福音。既然信，就点伫伊有受所应允的圣神勘印，伊就做咱承接业的准当，到上帝所得到、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互伊的阳光得到懊恼。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献功，提醒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提醒我的主。讲道今日的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忠诚的信徒。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已经讲完这个雅各书我在想讲，过来要讲到一本这个旧约还是新约？雅各书咱会记得咱咧讲。合一的这个代志信心甲行为，听心甲行为，你的知行合一，言行拢合一。这个有所呢，伊的焦点较放伫教会。上帝创造世界大圣就定着爱有教会，教会应该先做啥物模样？咱要怎样建立一个健康、理想、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也要到伫今年的这个尾2啊所以咱伫筹备每年的事工，
2022年，咱要怎样来去做教会啊？所以我想讲，咱这个系列，咱就来讲以弗所书。咱同心下头来祈祷，听完的主，盼愿的上帝，阮是有罪的人，需要你的救恩；阮是不足的人，需要你的完全；阮是有欠缺软弱的人，需要你的坚强。求主你教导阮真理，只是要来领受你的话。使阮属天的智慧明白，佮进入到迄个稳定中，有得救的智慧。阮要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来仰望、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首先来介绍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作者是啥物人？啊？好，保罗好。好，保罗写新约上济真济写的批信，啊，保罗有4届的旅游，莫讲是旅游啦，应该讲即个旅行。吼，头前3届是伊甘愿去即个宣教，吼，第1届、第2届、第3届。啊，即个以弗所教会就是保罗伫第3届的即个旅行内底所建立的教会。第4届就无算是旅行啊，是伊要去到罗马，吼，去到迄个伊是罗马公民嘛，所以有资格去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是皇帝遐，吼啊，所以总共4届。然后呢，伊伫什么时阵写这个以弗所书呢？一定是伫以弗所教会建立以后嘛，吼，好，所以吼虽然字较细字，吼，咱看。这个分作春夏秋冬，伫保罗先生顺道伫主后60几年，这个中间，伊首先写的批是予帖撒罗尼迦，然后写予这个罗马、哥林多的教会，罗马教会伊还未去，伊还未去，但是伊知影遐信徒需要明白上帝，所以真理，所以。迄个罗马书真济是咧讲神学，好，然后呢，过来抄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你会当注意到，讲这个叫做监狱书信啊，就是讲伊，无论是你是暗时，无伊拄是关伫迄个黑牢内底，但是随时身边拢有罗马的兵丁，甲伊软禁，也是讲甲伊监视，甲伊即个。手铐这个骹镣绑做伙安尼吼，伊伫迄个时阵写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阁有以弗所。但是以弗所你会当发现讲，伊无特别，其实无特别注文讲问好，问啥物人好，啥物人好。所以其实照神学家的即个判断讲，这张批信是写予这附近足侪教会，然后最后咧，这张批信停留伫以弗所，所以尾啊，就大家讲认定讲这张批改予一个以弗所书，是最后停留伫以弗所教会，到最后伊要顺道前，你看伊生命行到终点的时候，伊写讲我交电的日子到了，我要离开世间的日子到啊，伊就最后写予伊亲爱的囝。当然，这个教会拢伊是伊心所疼，但是伊最后要临终要离开世间时，伊想要甲啥一寡心内话怎样继续牧养教会，包括提摩太伊嘛捌做过以弗所教会来牧养的牧者所以就写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这是保罗先生所有的这个批信。然后以弗所这个地点伫倒位？伫现在的土耳其，迄个先叫做亚细亚亚细亚，该放大来看这是伫这个地中海像恁的正手边恁的正手边是就是以色列这个约旦河耶路撒冷然后伊旅行真远的所在来到以弗所，过去就是这个罗马就意大利好，该放大来看，你就看这个
你看到这7间教会，你会想到倒一张批示？这就是使徒约翰伫启示录所写的7间教会。伫记载伫启示录，推雅推拉、士美拿、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搁有咱今日所要讲这个，以弗所，讲伫遮，以弗所挖海口，挖这个地中海的一个海港。伊是一个足大的城市，伫迄个时阵啊，即马拢安那爬远去啊！咱等者看几张相片，就知讲伊拢爬远去啊。迄个时阵是亚细亚第一大的城，人口上介济，一个海港，海港拢有一寡即个活地啦，也是水手，也是即个做生意的生意人啊，所以就混杂。龙蛇杂处，这个海港，伊有说，然后咧，伊底下有一个庙，介大间，咱等下来看这个庙，这个所在嘛有，因为人口多，所以就有这个罗马剧场，歌剧院，甚至有图书馆，你看下骹拢是虾米人？观光客嘛，就是去迄个所在去土耳其旅游，就来去看一下较早圣经所记载即个幼色到底是做虾米款，即马拢无人带，就变做观光旅游的景点。我看可能有人伫遐，我有人去过对无？有人去过头前顶了牛野手，我去过内底图书馆，这内底图书馆2层楼的但是即马拢存拢。被毁坏，这个是7大奇景，就是迄个时阵足大的一个建筑物，400多平方英尺，不是公尺，英尺，足大，这个庙叫做雅迪米，女神，这个庙是怎样来的？有一天对天顶落下来一块石头，叫做陨石啦。伊就想讲，这就是女神降世啊！迄块陨石顶悬个足侪即个突出物就伊讲这就是生养众多的即个女性的象征伊就甲伊即块乌色的石头来做一个女神象征啥物伊的胸坎就足侪即个乳房就变做一个多产之产大家就一直拜就爱拜。拜到保罗去的时阵，迄个时阵也阁有银匠，阁有啥物匠，就是雕刻偶像，就做足侪仙当然这陨石一粒尔，但是这个乌色的陨石，大家为着要甲伊请转去厝里拜，所以迄个所在就安那，就开始刻偶像就互大家大仙的偌济，细仙的偌济请转去拜。所以保罗去到遐。无受欢迎，伊去遐2年3个月，无受欢迎。真侪人信耶稣，真侪人信主，外邦人、犹太人本来就是看基督徒，然后咧外邦人信主了，影响到因的生理嘛，因的即个偶像甲即个香火就减少嘛，所以伊就对保罗真有意见。即马变做安那？就变做安尼所以这是画出来的，即马变做安那，剩差不多10几条啊，就剩这10几条就是拢已经变做废墟啊，伫迄个时阵是世界迄阵时的建筑7大奇景，这个所在就叫做以弗所，所以咱对以弗所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印象，当你在读以弗所书的时阵，就知影讲，这张批是叫以弗所，甚至是附近的教会会堂，这个基督徒内底做伙来领受。这张批什么人写的？就是保罗，伊伫遐2年3个月，所以非常无简单。伊不加认真，一直传，拄着人就讲，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开看。提摩太也捌伫遮牧会，然后使徒约翰
12个学生内底只有伊邓惠修，只有伊无顺道，只有伊吼。所以耶稣甲伊老母玛利亚交托互约翰，啊，约翰就甲玛利亚带伫以弗所伫晚年的时阵，吼，他嘛做过以弗所的监督，监督就是好像长老安尼，吼，这是以弗所书，吼，甲提摩太、甲树德这个老使徒，吼，老约翰，因为活到90岁左右，吼，伫主后90几年才，吼，寿终正寝，吼。所以当彼得在问耶稣讲这个人安那的时阵，耶稣就已经讲伊会活较久，活了比你久，但是活到偌久，你莫问遐济，吼，甲你无真吼与你何干？你着专心来对我就好。我若是要互伊留到我搁来，吼，讲较歹听的吼，嘛甲你无地地，甲你无关系，吼，你着专心跟对我，吼，所以咱唔通去比较。唔通去欣赏别人，咱就是好好快快乐乐，做一个忠心的信徒。咱今日的主题，吼，忠心来跟对耶稣。所以无说今日其实嘛特别欢喜，讲今日大家卡，吼，真侪人，吼，疫情拄爆发的时阵，剩5个人，吼，足稀微的讲道，互空气听。咱即马专心伫遮。嘛是一种的忠心，忠心坐伫礼拜堂，检菜有的人较无方便，也伫厝内的时阵，咱忠心来守主的圣日，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属于上帝，这就叫做忠心。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哦，所以你爱心内有一个把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唔是讲我今日就因为要唱圣歌队，所以个不离3钟，我才来坐遮。我是一个意向，讲这个时间本来就是属于上帝。基督徒做礼拜，本来就是主的期待，咱本来就应该来伫遮敬拜、学乐、出声、感谢上帝，听上帝的话。因为咱伫一礼拜中间，咱常常。就听世间的话，听电视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头家的话，听囝儿的话，咱常常无听到上帝的话。嘛毋是只有伫遮讲了就无上帝的话，咱望咱伫生活中也常常继续保持这个性的沟通，常常将上帝的话提出来看，提出来想，然后提出来分享甲讨论。这是一个忠心的态度。所以第1章第1节，而且就讲一句话，我看了，有感觉其实真有气力的话，讲奉上帝旨意比这个就是咱的较早圣旨安尼，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不过是皇帝，但是保罗讲我奉上帝，比皇帝搁较大，皇帝一个换过一个死，上帝永远。无变，伊的主爱，伊的真理，伊对世界定定的心意，对基督徒、对教会心意，伫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定好啊，也一定会照安尼行。世界人类的历史拢伫上帝手中，教会只不过咱教会爱顺服，咱就会当早一日完成进入到上帝所定着的迄个美好的计划。教会应该行做啥物款？这个上帝心意内底，所以伊讲奉神旨意，我奉上帝的旨意咧，唔是奉迄个啥物罗马皇帝旨意，我奉上帝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本人保罗，所以伊安尼写，伊其实对家己的身份真有把握。伊服侍的根基就是伫遮，伊本来是。困着教会就是迫害教会，掠基督徒。当伊拄着耶稣，伊的生命完全无共款啊！所以你的服侍，你是不是拄着耶稣，确信中这是上帝调命来担任无论什么款的职务，就算是做一个基督徒，咱拢共款啦！咱莫分什么阶层，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爱有忠心，跟对耶稣。信靠上帝，这就是保罗得强调的。
忠信的信徒，写批互有所教会，也互咱今仔日活伫21世纪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圣经内底，上帝也一再讲，信伊的人对伊的要求所求的，耶稣讲，主人对萝卜要求什么？对管家要求是什么？就是爱忠心。你袂使侍奉两个主，你袂使听上帝、拜上帝、敬拜上帝，搁念咪咧，搁反悔，搁爱别人，吼，也是搁爱世界，吼，爱忠心伫即个信的内底。啊，也讲咱的即个听上帝心当然有一个回应，讲咱爱不只是奉献金钱，搁奉献咱的气力、时间、力量，伫教会来做主的工。所以今日特别感动，就是伊妙老师，伊其实跋倒受伤一段期间，伊就讲顶礼拜就甲伊问讲无问题，伊会当来施会，伊有气力就无理由无侍奉，所以今日看到伊妙老师忠心来服侍，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模样。好，咱再来看伊有说，其实第1节到14节，伊就是在学乐尔啦。伊就是在学乐讲上帝这个荣耀上帝这个心意，哇，实在真奇妙。伫基督耶稣内底，伫创造世界诞生就已经定着咱受拣选，咱被上帝预定要得到天顶特样的福气。然后呢，有5望啦，你讲有看到无？荣耀，这有时一句话内底足侪内容，咱有时无好理解，但是你会当抓到迄个意思，就是咱是有5望的人，教会应该爱有5望。虽然咱看到教会有问题，人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道理就是真的，但是人有时是假的。道理无法度活出来的时阵，教会有问题。但是教会有5望，就是讲上帝和教会，愈来愈行伊的心意。愈来愈强伊的心意，然后咧才讲得到称赞。这边安怎形容呢？就是讲，咱甲主的关系，耶稣就是新郎，教会就是eklesia克西亚，对世界所调出来的这人，ek就是出来，勒西亚就是对世界叫出来的人啦。这个世界上帝创造，唔是所有人拢。当然有个预定讲上帝已经定好啊，但上帝个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嘛袂使提供拢上帝定好的，所以拢怪上帝，唔是这个人运用伊的自由意志，因无愿意对世界中出来，伊甘愿留伫世界，所以上帝呼召人对世界出来，伊唔肯的时阵，就无法度得到这个稳定。上帝调人出来的时阵，咱就是教会，就是这基督徒，咱就是基督耶稣的新娘。所以有一个牧师，伊就安那形容咧，讲伊形容伊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伊形容讲，好参像这个结婚礼拜，是毋是新娘进场的时阵，大家拢爱站起来，拢爱拍婆啊。虽然新郎嘛真重要，但是新郎敢会因为大家拢为着新娘拍婆啊，学到伊的新娘，伊就心来吃醋，毋是滋味袂。所以耶稣就是新郎，已经伫遐伫上帝遐在听候咱。等到有一天，笃行教会进场，咱新娘入来的时阵。如果得到天使，得到大家的称赞，耶稣心内就安那，足欢喜嘛，足满足嘛，足快乐，因为新郎新娘到尾啊就是一体，咱有一天就会归伫耶稣，完全合一，完全归伫伊，世界本来就是出伫伊，道成肉体，世界就是道还未来到世界，世界照着道来造成，道就是耶稣，耶稣对上帝遐来到咱，所以咱就是迄个5望，就是讲咱有一天，咱会得到称赞，咱会得到完全。当笃行教会，咱所有的会友
好亲像即个奥运吼，要入场，新娘要入场的时阵，咱无分大小，咱拢做伙伫即个队伍中。吼，你会通想象即个画面。吼，迄个时阵嘛无分吼，牧师长到排头前，吼，我甘愿排伫上落尾。吼，伫头前的要伫后壁，伫后壁要伫头前，但是你爱想，你伫迄个队伍内底，你会得到称赞袂？你会得到耶稣的欢喜，拍婆啊，讲好搁尽忠，咱做伙来享受天父上帝的快乐啊！做伙来食即个婚宴大宴席无？吼，大家拢是即个上帝所要通过耶稣来迎娶迎即个带入门进入到上帝家，做上帝囝儿查某囝。遮嘛讲到圣神就是标准，圣神就是即个订婚的手指啦。可能会当安尼形容一个未结婚，但是上帝讲圣神要带伫恁内底，内住伫你内底，互你确信。互你袂摇拽讲，念咪想讲我有得救我无得救我是上帝人我毋是上帝人。所以圣神会通过诗歌，通过圣经的话来感动阮，知影咱是属伫主耶稣的人。以弗所书其实真好分段，就是头前3章加后壁3章，总共6章的以弗所书。雅各书5章，以弗所书加1章6章。头前3章就是在讲称义，后壁3章是在讲正性。什么叫做称义？什么叫做正性？请问咱有清楚无？称义就是咱来看圣经咱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这叫做称义。称义毋是靠你偌好啦，毋是靠你讲上帝讲这个好，毋是咧拣水果讲这粒水这粒油看起来较巴结安那，毋是咧安尼叫，是咱大家拢无好，但是上帝听咱，互咱变做圣洁所以你看第4节，讲上帝伫创造世界大成就已经听咱伫基督耶稣内底竞选咱，互咱伫伊的目睭的内底对上帝来看，咱是变做圣洁。无圣洁的变做圣洁，有犯罪变做无罪，通过耶稣基督为咱赎回为咱赎罪，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不义，咱就变做圣洁、清气，无瑕疵。上帝为咱创造清气的心，互咱内底换新正直的心，这就是上帝所做的，这叫做称义。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咱已经甲上帝和好啊！咱已经伫基督内底得到赦免啦。你要知影，因为信，咱已经亲做伊啊。但是你要继续相信，唔通停留伫你决志洗礼迄点，咱已经讲过。你要继续相信。继续深化你甲上帝关系，愈来愈信，愈来愈有把握，愈来愈肯定。信是啥物？就是对未发生的代志会肯定嘛，有把握。伫未来的事，有一天咱伫上帝遐得到完全的讨办、救赎、拯救的功劳完成。所以上帝讲，这是完成，对伊来看已经完成啊，因为上帝也无时间的限制。咱现在活伫即个时间，2022年。9月25还是26？但是上帝伫几万年世界还未造成的时，伊就知影今仔日，佮知影将来。伊无时间的限制。咱来顺服然后咧知影讲将来有一天会行到遐。迄行到尾啊，咱就变做正式。所以咱现在就要关注啦，咱来认真去思考，出力。去行好事，甲上帝的神来配合，有上帝话，甲上帝神来帮助咱过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头前3章就是称义，后壁3章在讲正直。头前的3章在讲咱靠什么得救？请问咱是靠什么来得救？靠耶稣基督的功劳，
然后呢，咱得救是为什么？是为着要行好。啊，这个行好，我想来想去，我可以甲伊用一个词来替换。什么叫做行好？就是活出基督。基督，上帝爱咱活甲耶稣同款，安尼咱就是完成上帝定着咱的旨意。咱就是罗马书第8章会看到。好，所以说我们不是因行善而得救。世间真侪信仰拢是讲你爱行好，爱做功德，吼，爱什么去放生一些动物，吼，啊，你就会当积这功德，然后换你的得救。好，但是咱是完全无共，咱是倒变，咱靠家己根本一点仔气力拢无资格，甲上帝，吼，交换条件来讨别讲我有资格得救，是因为上帝听咱伫基督耶稣内底救赎咱，啊，咱得救了后，才有气力来行好，活出基督。好，最后一个比较吼，就是讲头前3章，你看保罗伊心内有感情哦，伊真澎湃哦，所以伊写这个吼，对第1节写到14，拢足侪娱乐。哦，足侪诶感谢，啊，搁有用祈祷吼。你后礼拜咱要讲，你对15节，伊就开始讲不断感谢，不断祈祷，想着恁哦，甚至心内吼有不足为恁祈祷。然后咱直接先跳到第3章的最后20节到21节吼。吼，第3章的最后就是用一个娱乐颂赞吼来做结束。吼，干那这2节圣经就写一条歌，咱有听过无？但愿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到尾啊，都是就澎湃吼啊，阿门阿门，就是上帝照着运行伫咱的气力，心内的这个大气力。充充足足来成就一切，超越咱所求所想。啊，但是你嘛是爱有迄个追求，唔通拢就是过家己的日子，甲上帝放伫后壁。咱看到这，咱心内有一个应该爱有一个悸动，有一个感动，讲对，我就是应该安尼，教会应该就是安尼，充满着荣耀的教会。愿上帝伫教会中来得到伊应该得到的荣耀。所以咱应该爱学习，更较用心，还是讲更较出声来娱乐。吟诗的时阵爱出声来吟诗。我感觉今日燕龙带的时阵，我感觉伊这人咱知影伊真客气，但是伫带歌的时阵，毋免甲大家说多谢啦。多谢恁配合，还是讲谢谢。唱歌本来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唱的。你出来到这爱敬拜上帝，结果你拢圣歌队唱、诗会唱，唔对。咱来到这就是应该敬拜上帝。如果你安尼冷的，你会互上帝讲下装呢？耶稣就该足生气嘛。讲奇怪，阮伫遮分搭啊，恁若唔跳舞，阮伫遮就是办丧事啊！恁若不举哀，就是讲嘛无啼哭啊！恁哪会安尼啦？拢无表情，拢无冷也无烧，足奇怪！咱唔通安尼，咱连续2礼拜办这个银发自主啊，张恩起这忧伤陪伴，我感觉就是大家为什么迄个气氛好？因为大家拢有参与。大家拢有投入，咱有时唱歌那袂感动，就是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安那投入不够。你听圣歌队唱，听别人唱，你爱投入，你的心才会像火安尼倒起来。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咱带歌的人，就是讲咱做伙来练，咱本来就应该爱唱，毋是讲多谢恁配合。高声一个，拜托恁唱一下好无？本来就是咱信徒应该有的责任，敢毋是？所以
彼此内面的求主帮助咱。吼，头前就是学了上帝救阮遮尔奇妙，临到我，上帝救阮临到我今仔日，吼，上帝伫万人的中间，伫万百姓的中间，竟然经着我何等的福气！吼，我心出声，我灵歌唱 ，How great you are！ 上帝，你真伟大！哦，你是愈想愈戆影，讲哦，你就是上帝遐尼简单哦，你就是你叫阮遐尼凊彩吗？你愈想你就感觉讲哦，敬畏，通惊。你去想看觅，你是偌好的人，你是偌好的人，哦，配得上帝，甲你敬，就是无啊。我咧想，我讲哇，真正无真好，啊，上帝竟然无。看见无气嫌，吼，敬起来，吼，做伊的囝，吼，这就是你的对心来去学了，啊，你愈学了，你就愈感动，然后你就愈明白，讲哦，原来上帝会听，遮尔深，遮尔大，遮尔宽，吼，啊，后壁三章呢是就真无相像，吼，就是咧强调实际的应用，吼，以弗所书第4章。第5章、第6章，拢咧讲，咱着怎样行？啊，既然上帝恩典遮尔大，咱着怎样来回应？上帝话听了，咱着怎样来实行？活出一个天国的文化，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好，咱小好，佫无几分钟的时间，好，咱来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哦，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咱四海读经拄好读到遮吼。哦，第一汉日本是125面吼。伊讲，恁较早住伫埃及地啦，遐个人的行为吼，恁来安那？唔通学因呐。啊，然后咧，你要去的所在叫做迦南地，遐个人的行为恁着安那？嘛唔通效法因呐。吼。就是上帝期待通过摩西所颁布的这10条诫律法，以色列人成做教会。啊，讲即摆咱讲教会，伊讲成做一个新的民族、新的族类，就是属上帝百姓，来承接这个应允的地，伫这个所在好好啊活出上帝的旨意，活出这个上帝的所看最好。的文化建立这个好的民族，通过祭司甲先知的教导，结果咧，犹太人失败，伊亡国，伊被掠，吼。但是故事就无结束，吼。到伫新约，上帝就亲自来教导、来教示，然后耶稣就来到世间，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吼，亲身来。这个示范讲，什么是完全的人，好，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咱拢会庆祝什么？圣诞，啊，拄好我今日敬的歌，其实咱也是有在注意，就知影讲这首歌是其实平常是圣诞才会唱，但是我第一目中信的信徒，我第一个就想到这首歌，啊，然后音乐老师伊嘛足慎重的，我敲电话。甲安是确定，是毋是无输经唔对，还是数字拍唔对，敢会经圣诞歌？但是我发现讲，这个歌吼，就是内底所讲的，无一定是圣诞才会当吼表现哦。耶稣，我感觉伊这首歌就在邀请来重新信道，请来就是讲耶稣在邀请啦，讲学生你要来无？吼，文道你要来无？保罗你要来无？做一个忠信的信徒，活出一个见证，做伙来敬拜，做伙来尊重，做伙来，做上帝忠信的子民，所以耶稣对门徒讲，对这既然要过一个新生活的人说，你们就不要回到过去了，你们就唔通效法这埃及人、迦南人、外邦人，唔通学。啊，这句话是对迄当时的犹太人讲的。你
唔通学遐个法利赛人，唔通学遐个经学士、文士、祭司，甚至长老，因为伫即个好亲像是上帝的百姓中间的子民，也内底嘛有真侪人假好，假冒为善，知行不一啊！哦，所以伫教会内底，咱嘛唔通变做即款的人。所以耶稣对伊学生讲，咱爱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健康教会的文化、天国的文化、圣经的文化，哦，所以我逐摆看到苏爱读经的这个小组在分享，咱即马两组在分享的时阵，我就心内真欢喜，因为大家足认真在讲，全部，每一地拢在讲上帝的话。咱常常讲上帝话、读上帝话、分享上帝话、讨论上帝话，我想主也真欢喜。也伫顶礼拜兄弟团契有一届聚会，伊嘛拢全部内容都是在讨论，真的只是刚刚在分享这个雅歌嘛，甲传道书拢分享上帝，我感觉这都是真好，然后主日二嘛是咧讲上帝的话，青少年这礼拜嘛要讲马可福音，上帝的话。我是感觉这是真好，唔通一个聚会团契也是小组对头到尾，结果咧一句圣经的话拢无，所以我感觉每一届聚会主题至少你要有一句就好，抓一句圣经的话，来当做咱今日聚会的一个精神来学习，多说主的话，少说人的话，主的话加讲，人的话。少讲，少说人话不说鬼话，无讲无好的话，魔鬼的话，少说人话，多说主话，这个马可福音就是讲文道学生提醒，唔通学因。罗马书12章第2节，大意圣经，第182面，咱来读这个。圣经好不好？咱来读汉译的好，不可效法，预备来，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好把它背下来啊！因为我感觉这句圣经对咱来讲，不管是都用得到，唔通效法。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不要被压入这个世界的模型。那模型怎样不？你在这个世界的模型里面很难，因为你长出来，你就变成它的样子，你得亲像这个形。这个其实叫做无好，叫做歹款。这个款无好，你学出来的就是无好的款。所以保罗讲，千万唔通效法这个世界。爱心以换心来变化，常常去助行，讲查验，刻意的、有意识的讲这个敢若世界这无好，上帝意思应该更较好。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通欢喜的旨意？这叫做好款，歹款甲好款。所以咱有时讲，这人哪会遮歹款？就代表讲伊已经。变成那个模样了，已经变做迄形啊！咱已经有一块无好的形出来时，咱就爱改变，咱要意识到主啊，你帮助哇！罗马书讲上帝未放下咱，伊定着了后，咱就渐渐对歹款行往这个好款，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伊是咱的大囝。应该讲，伊是上帝大囝，伊是咱的阿兄，他是上帝的长子，是我们的兄长。咱拢亲像迄个龙主迄个大囝，真正大囝是耶稣。求主帮助咱，咱先对以弗所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咱后礼拜就继续来讲，到底什么款是上帝所期待的一个健康教会？我要伫遮推荐一本册，叫做《抗衡文化的健康教会》。这本册我才摕到无偌久，但是我内底感觉内容非常之好。咱会当考虑看这本册来发展一个健康的文化。
伊内底比如讲在一起的文化文导甲学生就是爱做伙，常常做伙，常常谈论，常常食做伙，斗阵做伙，甚至困做伙，服侍做伙。讲看好人的文化，其中你唔通去看衰人，或是看坏别人，或者是看不起别人。你要看好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宝贝。你爱看到上帝所看伊一定会变做一个珍珠啦，珍珠。上帝一定会甲伊捏做了真好势。你爱相信，咱的同工一定会愈来愈好。咱会伫后礼拜讲，最后用这张图做结束就是讲伫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好亲像咱会当看到，伊在提去甲咱讲一个代志，讲上帝已经定着，咱将来会过一个足荣耀伫天顶好的生活。但是咧，你爱知影，你的生命现此时就开始调整，准备将来有一天进入到天国的文化。咱要移民到天国，咱现在就爱渐渐不断有意识来去过天国子民的生活。耶稣讲，因会当安尼，但是恁袂使安尼。有人安尼做，但是你们却不可这样。法利赛人因安那，恁唔通跟因的脚步。你爱过上帝百姓的生活。愿咱拢听到耶稣的邀请，就是对胆开始拢袂嫌伤晚，咱就开始过上帝所欢喜、圣经所教导。伫教会内底，咱过一个欢喜、喜乐、有盼望、君地主。上帝对教会的确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也有能力来完成。咱爱顺服，来建立这款健康的教会。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你是教会的头，阮是你所拣选的百姓。恳求主你教导阮，互阮明白进入到稳定真理的内面。恳求圣神来住伫阮中间，带伫咱的生命，带伫阮的内面，互阮有教义的气力，伫搁再来的这礼拜，阮学习做一个忠信的信徒，通过主，通过基督徒你所赏赐阮的这个智慧气力，互阮的教会会当实行实践上帝公义甲慈爱。互主你的恩典完全到一日显现伫这个台湾甲同世界。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领受这款的福气，成做上帝你忠信的信徒。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来吟回应的诗，新圣诗69首，请来忠诚信徒，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来忠诚信徒，快乐得以永静，请来请你欢喜来告别离别，来跳起求助，地顶困风出息，请来带给敬拜，请来带给敬拜，请来带给敬拜，我主基督对心所出真心，对更所出真更，你看伊无要对在邪路担心，上
身体赛着唱歌，中华喜乐来，天顶星下来面大的荣是。这款的所在，应该归属无你，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有此烦恼罗里，地人之气出息，耶稣的名就全然应更归你。天北圣家，得家了天出息，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真济。咱下面奉献的时间哦，咱要是无传咱的奉献地落去奉献吼，咱等下礼拜煞咱有感动的吼，咱摕伫外口的奉献拿。若准伫线顶礼拜的兄弟咱嘛会当将咱的奉献用划拨是用电汇的方式吼，是用转账的方式转入来咱的户口吼。好来，请咱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到你圣殿，减通白白受恩典。虽然不答救护前，愿你甘纳满所愿。作为阿达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主啊，求你有比阮每一个人成做你忠诚的信徒，互阮常常伫主你的话语面顶扎根互阮不要效法伫这个世间无好的代志，就是爱军队主耶稣基督。主啊，因为你就是阮的，我们的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心中所仰望的，嘛是阮所效法的。主啊，求你帮助阮，有比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奉献阮家己的五块饼、两尾鱼，来伫主你的面头前，互主你使用。但愿献上阮的奉献，求主你感纳，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咱请掀开周报的第3面，咱来看今日的金句。我用台语和日本来念吼，我念一句，请兄弟做伙来念2遍吼。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成，伫基督经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正做圣，无通嫌。伊有所书第1章第4节，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成，伫基督经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正做圣，无通嫌。伊有所书1章4节。
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圣，伫基督经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正做圣，无通嫌。以有所书第1章第4节。迄个自费表甲事奉表，请咱兄弟家己看。第4面，小会广告的部分吼，来第1点，本来咱预定是10月初3，要来调临时合会来进行中级的改选吼。但是咱9月24小会有决议吼，因为惊时间比较匆促一点吼，所以咱改做10月17吼。10月17伫主日礼拜中间咱要调开吼。咱即马内政部已经有公文啦吼，已经有较松绑吼。咱的楼板面积若照安尼来甲算吼，咱会当有188人吼。所以咱即马会当有188人伫咱的2楼甲3楼，其他的空间会当搁另外算。就是讲，咱若超过188个人，其实咱会当伫1楼的副堂。1楼的副堂，咱的设备拢已经好啊吼，咱会当开迄台大台的迄个荧幕吼，直接接 YouTube 就会当直接对咱的直播吼直接看吼。所以咱即马毋免搁烦恼讲咱的礼拜会超人数吼，188人咱会当伫这内面，超过咱会当伫咱的副堂吼。所以咱大家拢会当安心来礼拜。除非讲这几工疫情搁有变化啦吼。若有变化，咱会当搁随时通知；若无变化，咱后届可能咱就会当安心来教会来做礼拜吼。好，搁来第2点因为咱要互咱的人数较好统计吼，因为迄天咱真久无食爱餐吼，迄天中集大家想讲咱买一个较好的便当吼，所以咱先登记吼，大家咱的小组长登记。咱人数较决定，咱较好订便当，莫无够，莫浪费吼。礼拜刷，咱的开会刷、选举刷，恁会当用家庭、用小组，找咱教会空间来食饭嘛会使，也是讲要摕转去厝食嘛拢会使吼。请大家先报名吼。好，搁来第3点。咱迄公告的办法吼，已经有公告啊吼。咱9月19就已经有公告伫下面，这等下咱家己会当详细看吼。好，搁来，咱来看本会消息第6页。本会消息，恭喜陈正峰和心如夫妇吼，这就是永南长老的后生新妇吼，因伫9月20顺利生产吼，得到一个查某囡仔吼，愿主祝福。上联团契的年会的选举已经有结果吼，会长黄孝军，副会长王明仁，委员王显仁、李明俊、郭凤如、陈秀云、蔡梦莹、蔡庆美、罗秀贤。第3点，新安公已经来吼，咱有定的人会当伫办公厅来领。第4点，咱的月历，咱大家教会会赠送一人一户1份啦吼。咱若有要搁家己订的，咱10月31截止吼，咱去到办公厅来订吼。第5点，第4季的迄个圣港的分担表，咱已经拢有夹伫迄个周报内底吼，咱家己会当家己详细看。咱若要爱电子档的吼，咱会当甲干事摕，也是甲你的关怀小组的组长来摕吼，咱伊拢有电子档吼。团契的消息，兄弟团契本来今仔日踏青取消吼，10月初10要进行教会以后的修复啦吼。第2个，厝爱读经，9月30拜4吼，伫1楼咧上课。主日学10月份开始吼，要恢复上课吼。共款用9点半的时间吼，因为伫4楼、5楼吼来进行吼。2礼拜一个月内底有2周啦吼，就是第2周甲第4周吼。请咱家长带咱的囡仔做伙来敬拜。少年团契10月初2拜6有聚会，社青团契10月初3礼拜3有聚会。妇女团契10月初9拜6。伫副堂要调开年会吼，请妇女团契的做客友吼，大家较踊跃来参加。
献歌队啊，拜六暗8点有练习吼，啊妈妈小组到即摆还是咱了暂停吼。关怀协会咱的课已经要开啊吼，啊10月12到10月14吼，啊你若有报名的，一定要带迄个防疫卡来吼，嘿啊咱到我度来上课吼。好具体关怀大多数项，咱等下请牧师来带。教界消息的部分第3点，才有一个吴宜章传道师吼，丰利牧师啦吼，即伫迄个龙潭教会吼，即个新学生的时捌来伫咱遮一段时间啦吼，咱有一寡兄弟有甲伊接触吼，那咱也有家己有即个意愿的，会当去参加伊的就任甲封幕典礼吼。好下面遮有迄个内政部的函吼，咱会当家己看吼，已经有放宽吼。11月顶礼拜的放现伫遮报告做领收，吼若有楼顶或是5顶的请找我本人来做更正。咱来欢迎今日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是彩玲姐哈，说彩玲姐先生王才明第2楼好，咱请伊起来，咱拍拍甲伊欢迎。请坐真欢喜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咱拢是上帝的大家庭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咱伫遮无分彼此拢是主所听所拣选。咱只是来看大道，咱要为着信如来欢喜伊已经在做未来。景南长老甲即个譬如这的无用本来有一个孙，即马有2个孙，为即个家庭欢喜求主保守。燕珠姐小可跋倒弄着头壳，即2天在做电脑断层在观察中求主保守拢无后续的即个脑震荡徐萱姐手有小可幼着已经一段期间即马开始做复健求主保守。义达已经出院为伊的疗养恢复来祈祷。有妈妈伊的耳仔无真好我昨昏靠伊无真好伊即马在食中药对西药换做中药在治疗。刷魂这就是洪张医师的妈妈伊即马在做即个仪器就是假喙器求主拢保守找到好的即个先生来进行。珍珍姐伊最近其实伊是讲无算卖看啦所以我无看，但是伊有赠送咱教会一款文具电脑桌佮有协会的即个所以最近搬厝旧的物件足济足新的佮来送互教会原主祝福来纪念。好咱也为着17咱中级的改选会决定咱这未来4年的2位长老4位执事求主来竞选或者中级做伙同心，咱要来起造教会多元教会进入到新的一个季节咱只是无需要请咱做伙徛起来为这个事咱彼此来代祷。如果你家己本身有啥物款的需要请甲牧师讲，也是咱来到主施恩宝座前，将阮的病痛、心内的重担拢交托伫主，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对万人的中间拣选阮，互阮做你蒙恩的囝儿。主，阮是软弱、误会、不堪。主，你却是迄个圣洁无瑕疵的主宰。你互阮，因为你的体恤，互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互你的勇敢来代替阮的软弱，用你的智慧来替换阮的有误，互阮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进入到上帝国。主啊，帮助阮伫这病痛中，阮犹原无失去信心。阮伫拄着人生检采、服侍、恶担当的事，阮也无失去志气。阮要服侍主，一生跟地主。阮要勇敢做一个忠信的信徒。阮要抓上帝话做阮生命的中心。
主啊，你来从阮的困难，来坚固每一个团契小组，伫即个疫情渐渐恢复的时，主啊，互阮无论呢，阮手牵手做伙向前行，来跑走天路。愿主你特别看过10月17，因为这是主的教会，这毋是阮用人的意思要来经调。求主你的圣神，互阮明白你的旨意，对阮的中间来拣出合你心意的长老甲执事，来担当圣工，来做主你的车用，做你圣洁贵重的器皿。阮何等的不配，总是你愿意使用阮。愿为着这事恭敬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照你的旨意来实行伫阮中间。愿咱的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咱彼此来请安，吼，咱今日真欢喜，可能疫情5月16到即马上介侪人的一个礼拜，吼，咱彼此来请安，用主的听来彼此相听，吼。好，咱一家伙，咱夫妻，可能会当坐较晚，若是其他游园保持一个距离，咱所以游园讲述，礼拜后咱会记得来洗手，来嘴暗拢挂真好，咱做伙来。机会，听好咱主持做机会，上帝会听好咱大家正做一体，听好咱主持做机会。好，咱来吟每遍的诗，新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厅堂，亲像灯笼我水。你望母阿弥，看见主的光。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好了主的厅堂，亲像灯笼我水，地望母阿弥，听见主的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天父上帝福气疼痛。圣神的关联感动，徛起伫恁逐人的心内，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闭会。